礼拜开始的进前，邀请咱兄姐先把咱的手机关做静音，咱用安静、恭敬的心来甲圣殿，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主啊，我要用祈祷敬拜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享受你的同在。愿在祈祷把阮带入主你温暖的怀抱当中，我靠无你的同在，求主洁净我，求你来充满我，咱做伙来吟，求主充满我。这段来祈祷，求主圣灵充满阮，更新咱，开咱心灵的耳孔，来听主的声音，也为牧师今日的讲道，为参与主日好赛每一个同工，求主圣灵充满在咱当中，咱做伙来开声来祈祷。说者，咱来为教会所要推动的各项事工，甲福音的
国度的福音来带导。咱来为教会会当更加侪人兴起发挥因的恩赐，来服侍传福音的动力火力来祈祷。咱嘛来为着咱教会的少年人儿童，因的灵命会当复兴来祈祷，求主的大能甲因同在，兴起这个世代是属主的世代，伫大细项的聚会当中，愿主显明伊的工作伫这当中。咱做伙来为教会所要推动的，以及教会57年所要推动的各项事工，求主恩典同在，互咱会当中集，还有甲会友牧师同心，做伙来推动咱们所推动的事工，做伙来祈祷。或者，咱来为教会身躯病痛、肢体的健康，甲心灵的平安来守望、来代祷。咱做伙来念这段以赛亚书53章50个经节，咱做伙来念。但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就受刑罚，咱就得平安；伊受逼迫，咱就得到医好。主要说，因为咱伊受的逼迫，咱要得到医好。咱做伙来为着咱身躯边，也是咱的亲人当中有病痛，有体病痛，也是心灵忧伤的，咱做伙来为因祈祷。说者，咱来为世界和平、台湾的内政、甲外交福音来守望祈祷。咱做伙来念诗篇138篇40这段经文。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因为伊有听见你的嘴所讲的话。咱来为台湾的政府、执政的团队、甲民意代表来祈祷，互因听见主的声音。互因所要推动的各项事工，拢有下主的旨意。咱嘛来为台湾的和平、甲世界的和平求主医治，赐下真正的和平，兴起教会，脱掉这个战争的破口，主完全的平安，甲台湾、甲世界每一个角落同在。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而乐主你的圣名，你的名值得阮而乐甲尊荣。阮要用敬拜甲而乐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光照阮，怜悯阮，赐下合一人，除去阮一切骄傲甲不羁。求圣灵引带，赐下较无的心，用心灵诚实
同心而乐敬拜，圣灵充满。求主你的荣耀充满伫经历的敬拜，求主赐下智慧口才，叫我的牧师今日要讨办牧师的所要讨办的信息，句句认真，带着圣灵温和的同在。求主伫敬拜中，下手伫阮每一个有需要具体的成就，互病痛得到医治，心灵忧伤的得到安慰甲讨办，信仰奇事彰显。温顺教会牧者，忠直同工，会友同心合意，敬虔顺服，领受富强教会影响54年所要推动的福音事工，求主甘乐来回应上帝恩典。我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也请大家起立，做伙来吟。我来追求你的名，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靠无你的同在，求你洁净我，来充。主，我来追求你的名。追求你的名，是啊，主，我们来到你的心宝座前，追求你的名，求你来充满我，赐下阮较无心，恳求你的同在，求主你来洁净我，来充满我。温柔的圣神，踮伫我的内心，陪伴我一生。主温柔圣神，主温柔的圣神。
人的真理。咱着学乐耶和华，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间保佑伊的所在。我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舞享受所有。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一摆，我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舞享受所有。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耶和华。万古美古，万古美好，快乐的不自知，不在眼光内主可否你看的尊重感。我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舞享受所有。我学乐耶
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的。做伙来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相救酸勇。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耶和华。来鼓来鼓，万物的荣华乐，你不作证，不赞很赞，因我的主多多你，看你正宗他，我乐耶和华。归乎咱的上帝，咱做伙来吟圣诗308首。
啦，阮的主，阮的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了你，因为你奇妙的听，你至圣的名，主耶稣基督赏赐恩典伫阮众人的中间，互阮通领受这个至大无比的祝福甲生命的更新，所以阮伫清早为雷自执伫上帝你的殿，伫遮同心来敬拜，同心来服侍。愿主你的恩典伫阮中间，圣神开启阮的心，互阮甲主亲近，领受你宝贵活命的话，也愿阮的学乐、阮的祈祷、甲敬拜透到上帝你的宝座前，互主你来感纳，互主你来欢喜。愿拜上帝施了恩典伫阮众人，互阮甲主的结连哪深，阮的祝福就哪大。伫你面前，愿将今仔日敬拜交托主你的圣手，求你亲自引带甲保护看顾。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犹原徛地吼，咱今仔日要用上帝10条诫纪念，来纪念上帝的教示吼。这是简版的，咱牧师来讲第几诫，咱就做伙齐声来念吼。上帝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唔通为着家己条件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唔通做因的像。听我界定的，我施恩予伊，直到清代。第三诫，唔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安息日守伊最圣，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最圣。第五诫，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第六诫，唔通害死人。第七诫，唔通行奸淫。第八诫，唔通偷体。第九诫。唔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唔通含你厝边的厝，也唔通含你厝边的某、萝卜、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感谢主，大家请坐。这时。咱三家来启约，启约文第17篇，诗篇65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帝啊，你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你出你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刮压田园，收平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地。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时，请咱三家阿塔来祈祷。听天地父上帝，搁一摆来感谢俄罗你，互阮会当伫阮生命中行过济济良善甲祝福。虽望阮有时阵身躯病痛，身心有软弱甲忧愁，生活有艰难甲困苦，阮犹原交托仰望你，因为你的圣神会使阮甲怜悯，互阮失志的时得到安慰，跋倒的时得到扶持。心灵对善车真做富足，
相信有你的引带，互阮犹原看见头前的毋望。阮要高举你施恩的宝座，谦卑认罪悔改，除去阮的自私甲无教义，有正确甲喜乐的人生观来行光明的路，伫社会上做光做盐，来互人毋望。相时也求主你的灵，家己运行伫阮中间，赐互阮所有的会友有谦卑的心、安静的灵来敬拜甲服侍。求你使阮刚强壮胆，来面对所有的恶担当。也求天父上帝眷顾甲祝福，加持阮，互阮众会友会当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会当同心同行，建造富强教会，成做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调节，成做会当活出听甲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信徒灵命丰盛，甲代代门徒培育传承的教会。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讲授上帝的话语。今仔所要读的圣经在有两段。第一段是记载伫以赛亚书58章13节到14节，由我来读。恁若无破坏安息日，无伫圣的日子追求利益家己的事，你若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恁若尊重圣日，无做日常的工课，无做家己欢喜的事，无懒散讲话，14节，安尼，恁就会对上主得到喜乐。我要互恁伫地上逐所在受尊重，用恁祖先雅各留互恁的产业养饲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第二节是记载伫希伯来书10章24节到25节。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挺，甲做好事。有一款人停止聚会，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圣经读到遮，这时咱请密侦小组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耶稣你的得胜。献诗煞，咱要请夏牧师来正道，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守安息胜利的祝福。
咱做用普阿声，来俄罗斯多谢密真小组，用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今日几位大家早平安。天气变化吼，大家保重身体吼。早暗温度差真多。今仔日这个献诗吼，咱是由小组来献诗。通常咱第一场礼拜拢是圣歌队吼，咱唱因的4部的，咱来听小组献诗，也有真无共款的滋味。先咱差不多一季会安排一半遍吼，一两遍的这个小组献诗呢，是要互咱第一场的兄弟知影讲，事实咱的教会吼，这个组织吼，毋是干那牧师在牧养咱的会友，咱顶礼拜有报告咱的小组长献诗吼，咱有现在正常咧运作的有20个小组，若搁加上这个青少年吼，因有辅导。差不多23、4组伫遮咧运作，这个组到底有甚物款特别呢？以早到咱教会牧师做牧养关心就好是安那有安尼小组的生活到底是安怎？咱足爱讲伫第一场礼拜分享，互咱第一场礼拜兄弟知影，互你知影讲，咱的教会有一个足水的组织哦，叫做小组小组内面有甚物款？水的生活甲聚会经验，所以咱今日要请咱密真小组内底一位姊妹，叫做桂秀香姐、郭秀香姐妹吼，伊要来分享讲伊参加小组的一个体验。咱用普阿声热烈普阿声来欢迎伊来欢迎来秀香姐来欢迎你。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密真小组秀香，这就是我的亲友团。谢谢。那我会晓讲台语，毋敢拄着的不轮转吼。好，我来富强教会有20冬其实我受洗到准有15冬。伫去年我的人生有一个3部曲。我伫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有诊断出乳房的一个原位癌。我伫年中，差不多6月的时候，我伫新老病院服务30冬，我决定退休。搁到年底的时阵，我有社区传福音的意向，所以我设立了恩彩居家长照机构，就上帝都很奇妙的预备我伫去年3月的时阵因为伫乳房超音波，搁交乳房摄影的报告。其实，在影像中就是有看到不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我6月份就是在这段期间，一直有在成大做切片、做手术，结果就是在一连串的一个检查跟治疗的过程，有发现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原位癌，就这样子，我就在8月份的时候，我又再接受了一次比较大的手术。伫手术进行，小组家人拢知影我的状况，所以因大家拢为我的身体来祈祷。我伫8月初1去成大办大院，其实我伫大院期间，我真正深深感受到大家为我的身体来祈祷。我伫遮有几项要交大家做分享，就是我伫成大要大院的时阵，上帝帮我预备我的看护我的看护就是我的祖囝恩琪，恩琪拄好伊实习结束，拄好暑假期间伊拄好会使，在这2礼拜会使来病院照顾我。搁另外一个就是，当我8月1号我要踏入成大外科病房的时阵，我踏到病房看到看到迄护理长、护理师的名单，我竟然看到我的同学我同学拄好伫外科病房当护理长。阮30冬无见面我真的觉得上帝太神了搁另外就是讲，伫大院期间，因为成大的床位都很满，那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去有床，我就先入去，所以当入去的时阵是健保床，毋过我手术了，我真需要一个个人房，所以就安尼上帝嘛帮我预备一个床位，迄个床位叫做8A06，是安怎我感觉足特别的，因为我的生日就是伫8月6号，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就这几天在8月6号的时候，
我们就在医院里面过着一个，就在一家4口就在里面做庆生。好，我也相信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一个重生的一个机会。那在透过小组家人的一个帮我祷告，其实当初要住院的时阵，医生讲还要来住2礼拜。不过就是这样子，大家彼此的一些带导啊、扶持啊，我差不多住10天，我就足顺利出院啊。好，感谢主哈。所以我讲，因为我身体的关系，我一路行落来，小组家人的关心哈，就那像我家己的，我家己厝的来亲人安尼，因拢安尼足关心我。伫我上届软食的时阵，因拢咧陪我吼。那其实我来富强教会有20冬啊，伫打来的前几冬啊，其实我会交志宏，我2个拢会做伙来小组。啊，毋过尾仔囡仔。小孩子哈，就是出生了，差不多2岁、3岁那时候都要陪伴。我迄阵其实我已经有一站，差不多有13冬，根本就是无过小组的生活。尾仔囡仔虽然较大汉啦，啊，毋过嘛是拢会因为讲工课较无用啊，足侪借口我就无来小组。所以因为我旧年性命一个转变，我旧年我出院了，我嘛。遇到我公公的过世，哈，那我真的很谢谢，就是小组家人，大家就是一直很关心我们，陪伴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代祷，所以一直就是一起陪过我走过这死荫的幽谷啦。那我今摆吼，搁转来小组来生活，今摆逐礼拜5，阮会逐礼拜5会去了小组聚会，阮会做伙分享生活，分享工课，啊，逐个做伙祈祷。做伙读经，所以伫小组内底，阮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真正都很真实的感受到这一份小组家人的爱。就安尼，我感觉吼，我若像是迷了路的小孩，我又回家了。好，那生命的一切其实拢是上帝所有备的，我嘛都感谢上帝。甲我这只就是有一点就是走无去的小羊，吼，搁找回来。所以我即摆更加珍惜，甲小组家人生命的连结。最后，我嘛是鼓励大家参加小组，互咱彼此吼更加领受上帝的爱。谢谢。咱真多谢郭师兄姊妹伊的见证吼。今日4月一间教会人济少无一定。但是这间教会有温暖无？这间教会有上帝听咧流转无？这间教会伊的迄个活动力大小外表无一定看会出来，但是内面人讲迄个内面有无咱知影吼。咱的教会目前正常咧运作的有20个小组，安尼什么意思呢？这20个小组就亲像20个小家庭同款，属灵的家庭。拄则咱听到许峰这伊的见证，你就知影讲，大家互相的关怀，互相的造就，特别是分享。你一间教会几100人咧聚会，哪有可能你讲我讲，无讲到明仔载？但是小组就会让有即款的规律。昨昏吼，拄仔咱有一个姊妹吼，因为要去探访，无细字去互车压着吼，互别人的少年家共压着大跋倒。哇！去刺伤呢，佫磕着头壳，哇！烦恼甲。这个消息随时小组就知影，是小组先知影，铺伫群组，牧师才知。你表示啥物？伫小组内底的运作吼，迄种的关系是足及时的，而且是随知影，因为大家常常在联络嘛。所以大家拢活去去病院看这位姊妹，这个姊妹迄惊吓的心吼，赶紧得到安稳。这就是小组的要紧。所以咱教会在推动这个小组，咱若550周年的时阵，咱的教会小组的组织更较健全，咱的小组长灵命更较兴旺，通好，互咱的教会看见讲，长老教会毋是干那只有一间教会，牧师咧牧养羊群，也是讲用种植，甲团契咧运转定，咱的小组实在是运转了非常的有咱的迄个品质，较好，所以咱真鼓励兄弟姊妹，你
把时间安尼拨出来，参加小组适合你的年纪的，还是适合你的时间的，来参加。我想你会感觉讲，你的灵命、你的造就、你的关怀、你的亲密度，会大过你平常时只有参加礼拜那点。感谢主，咱搁一遍拍多谢小勇姐，拄则伊有见证讲，伊伫新老病服侍服务30冬啦，是即个护理长退休呢，爱退休虽然有经过旧年的病痛，但是拍断手骨颠倒用咧，伊即马伫伊的故乡麻豆的所在来组织一间专门咧关怀老人迄安养的即种机构。招一大堆人来做迄个关心，说是上帝互伊有气力啦咱若继续对祈祷，互伊身体更较勇健，伫迄个社区会通做真好，会接触遮个民众，接触遮个长辈传福音的工作。咱先来祈祷，再来分享主的话。主，我哋上帝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做伙伫富强教会来成做阮的富强人，成做基督徒，成做一家人。主啊！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来学习，安怎过着一个丰盛基督徒的生活。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顶几礼拜呢，牧师分3遍，甲咱分享一项基督徒领受上大的祝福，叫做奉献。奉献呢，伫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减去嘛，咱拢看减，但是对上帝来看，只是加安尼。我亲像讲，你投资安尼，你会增加啦。这是奉献伫圣经内底，互咱一个真趣味，也袂讲真奇妙的恩典。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另外一种的祝福，就是守安息日、守安息圣日的祝福。到底是安怎有啥物祝福呢？咱先来看。到底上帝安怎，互咱知影圣日安怎来圣经节小等下咱会搁做复习。安息圣日的恩典甲由来啦。安息日你讲安息日，事实安息日到伫今仔日新约时代，咱现代教会安息甲圣日，原来意思是无共，但是即嘛是相共啊。安怎讲呢？第一，所以安息日是因为上帝伊完成创造的工作。请会记你想要安息日，上帝完成创造一切美好，上帝看伊是好。6日会着磨，第7日就休困。所以圣经记载讲，上帝祝福互第7日，减一日数啦上帝祝福互第7日，圣化迄日做特别的日子，因为伊伫迄日完成创造，休工休息。休工休息，哇！这真做一个安息日的上起初的来源，这是对创世纪来的。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伊第一章拢讲伊安怎上帝安怎创造，第2章的起头就讲上帝完成看做一切是美好，然后就休困，完成伊创造的工，表示讲伊甲这作品做足水的，伊就休困所以这后来真做。对犹太教啦，就是讲咱在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因休安息日的一个源头。咱今仔日伫安息日，犹太人依然继续在休安息日因犹太人伫因的犹太历伊的历甲咱台湾咱一般咧讲的历无啥相共。因的安息日是安怎算呢？就是一礼拜的第7日啦，叫做安息日，因为上帝6日创造嘛，第7日休困嘛。所以，那对咱现在咧用的这个公历拜五，因为安息日是对拜五的营业日落到拜六的日落，这叫做安息日。咱唔通误会讲，是拜六是拜五暗就开始啊。所以一日对倒位开始这在人定的咱现在公用的就是半暝12点，对唔对？1分了就变新的一日啦，对唔对？到今仔日的尾11点55、60就准备要过12点嘛，迄是咱算的。不过犹太人因的算法无共款，是用日落开始算新的一日，到
明仔载的日落安尼吼。那安休日这个词吼是对希伯来文叫做 Sabbath 的意思是讲停止啦，停起来啊，吼，无搁做工课啊，叫做停起来。啊，犹太人因为足重视迄个拜五暗的迄个安休日的餐，因为拜六安休日因有足侪限制，袂使食啥货食啥货。啊，咱若对利未记遐足侪记载就对啦，咱今仔日就无法度通详细讲。这是因伫过即个安休日食遐个面包伫一个特别重视家庭的团圆啦，家庭的团圆。咱遐日是话，即个是安休日的起源。旧约圣经记载，上帝经过6日的创造，到第7日休伊的工，改定做圣日。遐日即话，上帝毋是休困啦，毋是休困，因为上帝无迄个体力无迄问题，无迄个忝的问题啦。上帝是毋是休息，是停止，伊创造的工课，因为上帝袂亚先嘛。即个是上源起头，安休日。来用咱普普来讲，拜六是原来的犹太人的安休日。但是你想讲，牧师啊，咱拜六都大家拢休周末啊，也无咧休安休日啦。有影，新约时代，咱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耶稣过活的日。耶稣过活的日，咱今仔日特别是正教会啦，新约时代无论天主教，也是咱长老教会一般的即个基督教，拢用礼拜日来做圣日，是安怎呢？伊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咱定新的约，定新约啦。所以旧安休日毋是无重要，是咱要过新约。所以圣经记载7日的头一日，天要暗的时阵，讲擘大粒的玛利亚来到墓前，看见石头已经对墓过开，咱这后写记录的就是讲，迄墓开内底空空，主的身躯无伫内底所以这个甲咱注明一个讲7日的头一日，兄弟姊妹，咱毋是讲上帝第7日休困吗？7日的头一日是倒一日啊？是礼拜日啦，毋是拜一咯。毋是拜一啦，拜一是第2日啦呢。所以咱你讲惯势讲拜一就是第1日，毋是啦。第1日是礼拜日。所以第1日变做咱来到上帝的圣殿敬拜伊的一个起头，毋是尾仔日。现在记得是第1日这个观念要小可甲伊转一个就对啦转一个就对。所以像咱今仔日的礼拜日是圣日呢，新约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了后。基督徒就用主过活的日，第7日的第1日做圣日，作为主日来敬拜主。这意义是真大，因为毋但有兼顾着守安休日的意思，因为上帝叫咱7日中间有1日爱守安休嘛。咱甲耶稣过活的日甲合做伙，只是时间调整啦，定。迄重要毋是对倒一个时刻，是你有守迄个安休，有迄个。要领受上帝恩典祝福的意义，甲虔诚敬拜，来主的殿院条件伊，这个意思有伫咧。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为何咱礼拜日你我大家拢准备好，款好变。特别咱为了特别甲咱平常时上好的衫穿好势，因为咱知影讲是要见上帝嘛，要来甲上帝见面，都毋是普通的约会咧。也毋是普通的聚会咧，也毋是要佚佗所以咱拢穿足正式来主的圣殿。这是主日甲圣日，所以牧师的主题叫做安休圣日啦。像后安休嘛有主圣日的意思。所以咱通常现在讲的地方礼拜日。当然呢，嘛有迄个教派有的教会因犹原守旧约的安休日呢，你敢知？大家捌参加过拜六的礼拜无？咱较少啦，毋过你也注意听起来，你拢这个教牌名你拢加减知。比如讲，有一个较咱无赞成的教牌，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伊因敢若信耶和华，无要信耶稣咧。将耶稣当作是先生尔，毋是救赎，过我的救赎。
所以因拢有缘拜六咧做聚会。搁另外一个咱较捌的是迄个真耶稣教会啦，因嘛是拢拜六咧聚会。搁一个较直接讲的，直接名称出来，有咱伫台湾做了袂少的工课叫做安孝日会，有无？安孝日会啊，因足注重健康哦。咱会友捌去遐迄个日月潭吼，遐有一个吼，一个足水的迄个校园吼，迄是安孝日会所设的安尼，叫做三约新人呢。咱是尊重因感觉因理念是安尼，但是今仔日基督徒会重视是讲有守上帝的安息，搁有守耶稣基督的告话，所以咱就用今仔日做咱的即个圣日安尼。即个是亲像一个宣告嘛，上帝把即日当作是安息圣日，但是是安怎基督徒就爱守咧？是安怎你大家小招讲尽量咱拢爱守安息日。即个有真侪圣经的教示哦。拄则牧师特别招咱伫礼拜开始的时阵，有无来念10条诫，对毋对？其中的第4诫安怎写？上帝命令第4诫哦，10诫第4诫讲，都爱谨守安息日做圣日。谨守就是讲足慎重的啦，足用心的啦，足照起工的啦。上帝讲安怎？我上主伫6日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到第7日休困。所以我上主祝福哦，祝福伫安息日定做圣日。像伫7日的中间，甲即日定做圣日呢？因为上帝有伊深深的含义啦，是疼世间人，伊是出力疼定即个圣日呢，毋是讲随便规矩乌白定呢。你敢知影？咱台湾人也是讲咱华人呐，较早无礼拜日的观念，嘛无一礼拜7日的观念。较早咱是中国的历叫做旬呐，有无？顶旬、中旬、下旬，因是10日啦，10日做一旬咱知影有时即马现在社会中间有人家庭拄着丧事的时阵，讲做旬有无？所以较早是用10日，但是因10日嘛无讲第10日休困啊。都用旬来计算，用旧历月娘的运转来算安尼啦吼。到后来基督教传入来到台湾了后，讲原来有礼拜1、拜2、拜3、拜4，奇怪，无未信者嘛对咱讲礼拜呢？礼拜1、礼拜2，伊若无咧礼拜，哪会讲礼拜？伊都是因咱基督徒传入来啊。所以拜1、拜2、拜3、拜4安尼。较早听见一个笑话啦。讲台湾人台湾人都拢惯势讲安尼嘛有你即马少年有可能星期1、星期2啦。讲捌一遍伫咧一个公司啦，伫咧公共工程的公司啦，拄好拄到一日是迄国家节庆国家节庆。做工人都会念讲，今仔日是拜鬼啊，安尼啦。哇，听到拜鬼到尾互掠去，你敢知？原来迄阵是。迄日是老蒋的生日啊！你甲我讲拜鬼啊呢？迄是台湾话的迄个原话的错误啦。这是一个笑话，是毋是真的？听讲当时捌发生即款台语甲华语的误会。所以咱要讲的意思是讲，台湾人拢惯势对咱讲拜1、拜2啊，表示咱基督教的信仰，说基督教的迄个祭祀已经入来去咱台湾人的心内啊！利未记23章1节到3节，也记载讲，上主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我的节日，恁伫上主的节日着组织举行盛会。”表示对旧约时代，上帝就要求咱爱举行盛会啊，都毋是咱家己定的呢。讲要办一个闹热、一个活动来无就是上帝的宣布。讲我的节日，第3节讲6日着做工，第7日是着完全休困的安息日。即日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任何的工作拢毋通做，着举行盛会，因为即日是上主安息的日安尼。这是
上帝的规定，这个经节拢咧甲咱讲，这是圣日，恁都爱组织来盛会来敬拜上帝。第二项是因为咱伫六日的朝麻，伫社会安尼操劳，咱都爱会晓要来较无条件上帝啦。咱要来见上帝，来见救咱的主，来见创造咱的主。好像咱伫社会安尼经过征战吼，安尼拍拼，安尼咱要来到主的面前，互上帝佫重新甲咱修复呢，迄个修复啊，身心灵拢互伊修复啊。所以圣经诗篇1到20安尼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哪里乱无你的徛起的所在？我哪乱无你的殿？我规个身心灵向主上帝来欢呼歌唱。即个经赞吼是华语的吼，讲上主的殿宇我要歌唱，但是台语较顺啦。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乱无上主的殿宇到分去，吼乱无甲安尼足较无的，就对讲要分去迄种意思吼，足深的就对啦。足爱就对啦，无搞改成安尼，好亲像啥物毋对安尼。伊讲安那，我乱无主的殿宇，然后我的心诚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心要甲主唱歌。所以你无来到上帝殿宇，你唱的歌就无法当真完整来表达嘛。所以咱伫圣歌队就是咱的小组献诗，就是要来学习圣经的教示啊，讲我的心应我的上帝来欢喜唱歌嘛。这是咱敬拜上帝真重要的元素啦。还佫有诗篇42篇的30到40，伊讲：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定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懊恼的声，大家守节。我早前这段经文。是咱平常时咧读即个课文足爱读的，讲哪落牝毛溪水啦，得较无主。对敌啦，迄对敌讲恁的上帝伫倒？要找上帝，讲我来到主的圣殿，上帝的厝。伊咧纪念当受苦的时阵，纪念讲我会当到上帝的厝，学了上帝，敬拜上帝，大家守节是何等的好。敌人欺负咱，甲咱笑讲你的上帝伫倒，伊要证明讲我有伫上帝的厝敬拜，上帝确实是真我的上帝。所以这是咱用较无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佫有一节咧记载讲65篇40讲，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哇！竞选亲近你，踮伫你殿的。埕会真福气，意思讲，咱受竞选，互咱较主亲近，而且踮伫主的殿里，即款是福气的人呢。诗篇诗人讲：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什款的福气会当互咱心满意足？咱世间人毋是拢爱求心满意足，家庭、健康、事业。囝儿4岁，你求的是安尼嘛？有一人心满意足，佫有啥物比这较好的？但是讲上帝的殿，我要因为上帝的厝来心满意足，这是一种福气，互咱啦。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会友足甘心来做礼拜，有诶就近啊，定住伫对面的大楼，行楼梯落来，也是讲坐电梯落来就到啊。我兄这是对远路来的呢。较早咱有真个会友伫鲜花，有伫嘉义、伫安南区，嘛有一站一个会友是对高雄拼来到遮做礼拜，看起来是足甘心啦。毋过若比较讲100几年前福音传到台湾的时迄阵咱的先辈、咱的祖先参加礼拜，有一个故事，牧师印象真深啦。伊记载因安怎去参加礼拜，咱若听到就知影讲，哇！咱的先辈因遐尼啊旨意要做礼拜咱今仔日差多啊，拢差足大尾就对啦有一本册叫做《100年来》，这个是一位
已经过往30-40冬的牧师，叫做李家祥牧师。毋知咱台南人捌伊无？因为伊捌伫咱台南的新人院，啊，搁伫咱台南的即个公报社工作过，做主笔。啊，伊因为伊学问真好，所以伫伊年老的时阵，伊有写一本册。伫伊迄个时代就写100年来啦。安尼表示讲，伊写的就是对伊的祖先信主，就是马雅各医生来传福音，因无2-3冬就来信主。伊的家族就是今仔日的公仔拿，咱兄弟捌去公仔拿无？公仔拿虽然现在伫咱台南是一个足偏僻的所在吼，但是呢，遮出足侪高人，你敢知影？因为这公仔拿吼，伫咱左镇乡啦。咱食牧师的故乡左镇乡内底一个庄，啊，较早吼连车路拢无哦。毋过迄阵奇怪，咱会带遐尼多，迄是希拉雅族的后裔。啊，因伫马国医生来传福音，迄阵因伫即个深山内底，有一位兄弟听到讲有即个红门亲情来啊，红门亲情啦。知影讲这是外国来的，迄是因的祖先甲因讲的。因为吼，今年台南拄啊400年，对毋对？400年前吼，即个李家祥牧师因的祖先就信主啊。所以因的祖先拢甲这子孙讲，咱有一种吼红门人吼，迄亲情对咱真好。啊，所以呢，因这子孙毋捌来久啊，已经经过200几冬啊嘛，毋知影。啊，毋过听到红门亲情也会记的，听到讲红门亲情佫来啊，啊，就是这马国医师因来，因拄啊好有拄着因的即个家内人看病艰苦，因就带来看西家遮啦，吼，看西家迄个所在5条港遐，啊来互即个马国医生看病，看了好，因就甲因祖先的信斗起来，哎呀，啊，这就是咱咧超找的信仰嘛。啊，毋过咱若看历史吼，马国医生来台南开药医馆吼，开无偌久吼，就互当时伫咧看西街附近的遐个台南人甲伊攻击啊呢，甲抌石头啊呢，啊所以迄间看西街迄间医疗所就关起来啊，只好去倒啊，搁搬落去高雄。其后，因迄阵其后吼有英国的迄个啊。商行伫遐，有英国的领事馆伫遐，因迄是清朝政府让出来。啊，马国医生伊遐伫遐有人保护，啊，所以佫落去基后传福音。所以今仔日咱台湾有2间开创的纪念教会啦，一间是太平境，啊，一间就是伫基后，因为即2个关系啦吼。啊，牧师则缩短来讲，李家祥牧师伊的祖先，伊讲伊的阿祖吼，信主啊。啊，信主因就看到马国医生搬去其后啊，迄阵吼足较无的就对啦，想讲哇，这吼无来去见马国医生，上面互伊看病，啊，一面听伊讲道理吼，啊，心吼足袂平安的啦。啊，所以这100年来有一段话写了足精彩，啊，咱来看伊安怎写吼。伊讲对台南县的山地崎岖的所在公仔拿。去到基后，高雄基后，伫100多年前，伊的阿祖为着要带一家人去基后看马医生，而且听道理做礼拜，因安怎准备呢？伫拜6的天光以前啊，拜6天光以前，带着火把出发，啊，佫暗蒙蒙，啊，迄阵也无路灯啊，一直往南行，用行的哦，行去到基后，足行偌久，一日一暝的路程。伫礼拜日早起才会当到基后。其中呢，路途真劳顿啦，咱知影，也无帐篷，也无啥货，会当休就休。啊，三顿无定啦，常常有土匪伫出来伫抢劫。啊，所以过路人毋若有财物，常常被抢劫的危险，甚至性命会当难保啦。所以拢会规招规定呢，大家做伙行举火把，啊咧防遐的危险安尼吼。啊，这李家祥牧师吼，伊讲伊的阿祖安怎呢？因的阿祖爱甲家内人爱带食米，吼食米咱知影一定爱食啊。
迄个一工一暝呢，啊，佫爱举遐秤、刀秤，啊，佫薰照，这3项物，啊，行一日一暝，到其后，伫礼拜日安怎？甲即只薰照吼，甲放去，啊，薰照足够认路啊，对毋对？飞起来，飞飞转去公仔啦，啊，互伊个查某祖吼，看到只薰照到啊，知影讲哦，啊，因家内人拢已经到其后啊，平安到啊。兄弟姊妹，你甲算，敢若单抓去其后，就爱一日一暝，啊，转来敢毋免？所以古早吼，咱长老教会会友吼，是无像伊迄阵遐尔啊拍拼，安尼来回都爱2日2暝啦，2日2暝啦，也无车辆，也无啥货。啊，我昨昏甲看Google 的地图吼，这是公仔林，啊，左阵吼，公仔林较南边啦吼，啊，伫大坑遮，啊对。公仔林行到其后，拢总93.5公里，93.5公里，吼，伫要100公里啦。啊，咱走马拉松脚计嘛走40几公里，爱走2抓外的马拉松。然后呢，伊有记载讲骑机车吼爱骑2点钟，现在啦吼，较早是讲爱行2工2暝，即嘛骑机车都爱2点钟。但我讲这个是要互咱知影讲，当你若是较无要见主，要听主的话，你远拢无感觉是远啦。啊，你若是感觉讲哈，迄时间吼，足无彩的吼，你住伫教会隔壁，你嘛无爱来，敢毋是？较早无定咧讲笑，讲逐摆做礼拜吼，上万教的就是住伫厝边迄个啦。啊，就是你无心嘛，你无心，你当然你等讲正啊，你才行过来就好啊。但是呢，人准备好，款变啊。咱想着讲，100多年前，这李家祥牧师的阿祖因行路，啊，我看一个记录哦，你想讲吼，安尼敢毋是有啥物大节庆啊、圣诞节啊、啥物节咱大家行去？迄马雅各医生伊拢会写批转去英国报告，马雅各医生转去英国报告，报告安怎讲？我有看到伫迄个。目沙，搁较北边10几里，有一群人50几个信主的，因逐礼拜呢，毋是年节啊，才到呢，逐礼拜来其后，为着要听道理，啊，当然嘛顺便看医生就对啦。咱有感觉讲啊，今仔日你会当安心来遮做礼拜吼，有够幸福的就对啦。好，时间无啥够，牧师要甲咱即个重要信息分享，互咱知影。主耶稣嘛守安息日啊！福音书的中间，耶稣毋是甲宗教领袖定咧争论安息日真正意义吗？吼、啊，会使迄个帮助送向人无？会使救人无？耶稣无咧讲伊的意义伫倒位？啊，耶稣就是有咧守安息日。过来，咱拄则读的圣经，咱爱守安息日是因为主的日君啊。伊要来说10章25节。讲你毋通停止聚会啦，好亲像遐停止灌洗的人，都爱彼此劝勉，知影迄日要到，都爱安尼。这个是圣经真宝贵的话。那台语讲啊详细，讲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啦。人停止，你搁学伊，啊，都学毋着去啊。讲颠倒就安怎？互相劝勉，既然知影主的日子要到，搁较着安尼，表示讲上帝日毋知啥物阵要到，啊你安息日也要守，也毋守，也买也毋，啊主的日若到吼，你拢等袂赴呢？啊所以伊第240特别提醒哦，着互相关心，表示讲牧师定伫周报报讲，你来关心有的兄弟吼。礼拜日无来，到底什么原因？是艰苦呢？是出外呢？是安怎？你爱关心，伊爱互相关心嘛。通激励嘛，搁相听嘛，搁做好事嘛，啊，这拢是咱基督徒伫主日爱做的事嘛。最后一项是咱拄则提起啊，然后咱伫礼拜日来敬拜上帝，是主耶稣过来的日，因为咱今仔日的基督徒就是新约基督徒，要听候主过来的基督徒，
所以咱是要欢喜主过活。所以逐礼拜日你到上帝殿，就是咱要欢喜主过活啦。所以这段经文讲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所以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都爱欢喜，因为这念华语的咱较无关系，咱直接来念台语的台语的讲，起厝师傅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真感觉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咱就欢喜庆祝。兄弟姊妹，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呢，咱唔通啊忧忧愁愁啦、烦恼啦，无用啦，像满台安尼啦，讲咱就欢喜，就庆祝。兄弟姊妹，师傅起杀就是啥物？迄经文伫诗篇讲的但是这标是有标，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伊为着咱定十字架，成做触角头迄块石。伊3日后为着咱过活，这是咱今仔日伫主日敬拜的根基啦。耶稣基督救恩的根基。当你来到上帝敬拜上帝，毋是讲加1-2点钟的时间来到遮那点，是你搁一遍咧经历着耶稣基督的过活，耶稣基督的救恩。反正即个上宝贝的米，你逐礼拜拢爱搁甲强调一遍，逐礼拜拢爱搁甲复习一遍的意思。因为咱信耶稣基督。咱会当领受死国我的生命，真宝贵。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主日来聚会，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敬拜伊，咱毋只干那是咧纪念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你搁咧经历死国我的大权能。最后牧师要来讲安息日的祝福，安息日的祝福。上主赐福安息日，咱拄则已经讲过了，咱过来读一下。伊讲上帝伫安息日停止工作，人守安息日代表顺服上帝、敬畏上帝。上帝休困，你咧无用；上帝停止，你嘛就停止，表示咱甲主的行动动作是一致的。咱生理的节奏，咱时间的节奏是甲上帝同步的。上帝祝福要来你嘛就来；要上帝要祝福你唔来；你要无你家己的事，上帝讲你要领祝福你都唔做要怎？我要怎祝福互你咧？交互你都无机会通交互你所以咱主日来主面前，毋是干那单纯的礼拜、唱歌、吟诗、祈祷、听道理是你要经历到上帝互你身心灵的修复呢？拄则咱有提起第二。亲像以赛亚所记载，咱拄仔读的经节，你要得到尊重甲安乐啦。即个经节讲，假使恁守安息日做圣日，恁就让对我得到喜乐。我要互恁伫世上到处受尊重，恁要伫我属恁的祖先雅各的地乡受安乐。咱搁看一遍台语的，讲。恁若无破坏安息日，无伫圣日的日子追求利益家己的事，无伫圣日追求利益家己的事你有咧追求利益家己的事，这到底伫上帝的眼光是安怎看呢？讲恁若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恁若尊重圣日，无做日常的工作，无做家己欢喜的事，无懒散讲话，安尼。恁就会对上主，伊讲安尼表示讲，恁遮毋免做啦。我就要互恁安怎对上主得到喜乐，要互恁伫地上逐所在受尊重，互人看重你，搁用恁祖先雅各所留互恁的产业养饲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以赛亚58章甲咱讲的话，咱若注意看伊的前后文守安息日祝福。就是伫顶礼拜咱咧讲的经节的头前的后壁，因为咱顶礼拜讲的58章10节到11节咧讲到真济送向人的祝福啦。这段就是咧讲守安息日的祝福。咱会记得咱顶礼拜读的这段无第58章的10节讲，恁若将食物分互枵餓的人，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暗暝会亲像日中达。这段话讲了，就咧讲守安息日啦。所以咱该简要来做整合来讲，就是这几项祝福。守安息日做圣日，无伫迄日做私事，你尊重这个圣日。第二，会对上帝得到喜乐。
第三，你伫世上是着尊重；第四，足要紧。伊讲伫赐予恁的祖先雅各的土地享受安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祖先互你的产业，你会当继续享受。你袂讲啊，好嘢袂过3代，你袂讲啊，你就失去啊，啊，就搁顶头来啊。有时咱看到会友咧做见证，伊讲哦，较早阮的阿公阿祖吼，迄阵是大地主呢。我无算到，毋知是阿公啊、老爸迄代吼，啊，就甲武了了啊，讲了尾啊，囝武了了啊。啊，等于什么？较早你的祖先立职的，啊，拢搁归公啊啦，搁拍算去啊，啊，就搁恁即代搁顶拍拼。但是上帝讲，守主圣日的人，你要领受雅各的祖先的土地，搁继续享乐，承受遐个产业。啊，这是上帝互咱迄个最宝贵的祝福嘛。啊，所以牧师特别咧提起讲，做牧师的身份，无甲咱讲遮个祝福，啊是阮的实质的。所以奉献互主，毋是咧互你损失。是要互领受祝福的，你守主的圣日也共款领受遮侪福气，啊无甲你讲，啊到时你无来，你讲啊这也有差哦，无差哦，安尼。我伫高雄的时阵，有一个长老，迄阵已经足年老啊，伊定咧讲伊的见证。伊伫迄阵吼，台湾也未迄个药啊，也未完全拢开放，咱即摆现在拢药厂伫台湾咧做代理商嘛，较早毋是伫高雄遐伫迄海港边啊吼，足侪人诶对外国进来迄好诶药吼，听讲医生拢都爱去到即个药房甲伊摕药啦，因为迄阵也无健保吼，也无药厂，啊所以因上好诶药啊，拢会当对这做生意人摕，啊所以定啦，医生拢爱注明讲，我要来去甲恁摕什物药啊，什物写吼，啊即个长老讲，因礼拜日生意上好，因为这医生平常时都咧看诊嘛，啊礼拜日有闲，啊要来摕药，伊讲歹势，阮礼拜日要做礼拜，停止开店做生意，而且吼，好像员工讲，这当做恁的上班日啦，来做礼拜。啊，这长老因夫妇吼是我所在真尊敬的长老，伊虽然已经过往去啊，听到因的见证实在是真感动，因为因吼安尼真水的祝福啊。这个长老吼，就是咱今仔日咱选到副总统，迄个萧美琴的亲情就对了，伊长辈就对了。啊，伊的家族受祝福，啊，足热心奉献。啊，咱新人院吼，咱讲萧美琴副总统，伊的爸爸捌做过院长嘛。迄阵到新人院欠钱哦，定来去找伊啊，找伊讲啊来啊，搁来茶挂，因为经费无够，上帝祝福满满伫伊的家族。像即位咱话讲倒转来啦吼，今仔日咱是周休2日啦，周休2日，所以要安排主日来敬拜上帝，时间无困难啦，并无困难，无像较早爱行一日一暝啊，对毋对？所以是你袂甲是你有看重无看重，敢毋是？啊，你若要安排家庭的时间、小闲的时间，拢会当好好计划。啊嘛表示讲你真有计划时间，一礼拜时间我早安排。咱的上年吼外口啊，你敢知影？有时拜六一变啊停止聚会哦，因就搁来啦。讲啊，都这时间要来聚会，啊煞无来煞袂使，啊无来煞袂惯势呢吼。嘿，有人就感觉惯势啊。所以你甲即个时间归予上帝，这是上帝的时间，毋通甲照应就对啦。啊，所以重点是优先次序的选择啦吼。若要讲起来，咱守安息日爱亲像咱顶2-3礼拜咧讲的，即个奉献的态度。守安息日爱亲像奉献一般，甲神圣的时间奉献伫上帝面前。你有奉献，你就要领受伊所予你的祝福。但是姊妹最后，咱伫主日敬拜上帝，毋是来条件上帝那定哦，佫是真要紧。比如讲，咱有咧举办迄个爱心午餐，对毋对？是安怎要安排这？你外口食拢一顿几啊百嘛，会使的，是安怎要留伫教会食即个爱心午餐？就是要经历这个啦。咱来见上帝，领受天顶来祝福，咱阁要享受主家内的人三甲主即个美好。诗篇133篇第1节讲：看啊，遐里即位和睦徛起，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好。这是互咱一个最宝贝的事。所以牧师甲即个福气报互咱知影，啊，你家己做选择。即个福气要互你，
守安息日所带来的祝福，比你迄点钟去拍拼别项事，伊讲毋通干那追求家己利益的事嘛。你家己衡量看看就对了。讲到底我来守主的圣日，来守安息得到的祝福较大呢，还是我利用这段时间去拍拼我家己的事，看会加趁偌无？比较差真多。足侪兄弟拢做见证啦，伊礼拜日无做生意，无做工课，伊也无较了着啊。有时讲趁的佫比有开店佫较济，这是历代基督徒的见证。愿咱拢享受到即个守安息圣日的祝福，你我大人都有祝福。大家做见证讲啊，有影，毋是牧师讲的那定，我亲自经历到。兄弟姊妹，咱要来唱一条吼。咱新圣诗无啊，所以我只有10档毋捌唱过的歌。啊，这条诗歌吼，就是旧圣诗内底的这个安息主日第一号，吼，安息主日第一号。啊，咱请来调这个歌词，咱来看第一节这个。安息主日第一，也是周报内底，伊安怎写呢？安息主日第一号，心神靠主免烦恼，清早困起求天父，大温赏赐普天下，祈求圣神大降临，帮赞兄弟传福音，上帝对得就幸福，欢会信主入天国。咱看这老朋友会晓唱袂？对牧师来唱看卖好无吼？咱安息主日第一号。大家来吟。安息主日第一号，心神靠主免烦恼，清早困起求天父，大赏赐普天下，祈求圣神大降临，帮赞兄弟传福音，上帝对得就幸福，欢会信主入天国。第二节，咱父老幼受苦坑，心肝敬意比罪能，灵魂当面主求情，细心得着平好心。黑暗无存黑智慧，有阮行遐受安慰，求主显明大眼光，欠亏补杂。第三节较紧熟啊！上帝恩典结归之，仁爱和平加欢喜，大家心内正最声，日日显出和平行，真正守主的圣日，心叹上帝着诚心。望时后为救你，但愿永恒万万里。阿门，阿门。咱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你对创造开始就设立安息日，安息日带有满满主你所享受的福气。主啊，互阮明白即个宝贵的恩典，互阮欢喜要来领受。阮来守安息日，毋只干是要敬拜主，听你的话，领受属灵的更新。阮搁较要甲兄弟姊妹互相相交陪，联谊伫主的内面享受着何等的水，何等的好，当徛起的喜乐。愿主互阮明白即个宝贵的价值，也领受即个祝福的确据。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当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咱来恭读本话金句。咱请看周报的上后面。咱做伙来读。我目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要求的我，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实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我。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加了太书2章20节。这时，咱做伙来看报告。下周是由詹牧师来正道，司会是杨中和执事。其他服侍同工甲奉献，聚会消息请家己过目注意。这时，咱来看具体交通。第一项。本会伫第一季定期长职甲首长联席会议定伫下周主日3月17第2长礼拜后，要伫下晡1:302楼会小召开，请长老、执事、服侍团队首长排除困难有备心来参加。咱看第二项，今仔是大斋节期第4主日，请有备心来迎旨3月24到30受难周甲过活节。第三项，代祷团队要伫3月29拜五，阴暗7:50到10点，要伫敬拜中心4楼举行基督受难日的特别的聚会，请大家来参与。迄暗嘛有安排温典圣餐，请兄弟有备心来领受。第4点，代祷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的禁戒祈祷。邀请兄弟继续来加入禁戒祈祷的行列。第5点，本会要定伫3月31，迄天下9点举行过活节赞美礼拜、甲圣餐、甲洗礼式。地点是伫遮，咱甲举行一长的礼拜。迄天的洗礼式伫3月20以前，如果有要洗礼，不管是成人、小儿洗礼。坚信礼还是信用个别，请伫3月20以前向干事来讨一个报名单，填写资料甲个人的相片，方便咱来安排学道班。咱第6点，上礼的消息，本会林惠南小组长的父亲林献智老先生，伫3月4号安息别世，享受84岁。要定伫3月14上午8点，伫桃园中立举行民间追思的个别仪式，请为遗族代祷，也求主赐下安慰甲力量。第7点，其他消息的报告。第1点，伊伫祈祷的时间，咱本会要伫后一个主日3月17 2长的礼拜，要会中要举行伊伫祈祷的时间，请大家同心祈祷，领受伊伫的恩典。过来，咱看后一页。第1点，咱本会定伫下一个主日，咱要颁发2024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名单如下骹所写，请伫后一个主日出席来领奖。同一天，咱嘛是会颁发2023年咱台湾全本的圣经甲背诵经句完成奖励名单，咱已经搭伫公报拿，请有哪伫下一个主日来出席来领奖。再来，咱看门徒培育的时间甲演习会的消息。咱看第3点，咱附强的财务的演习会，
咱要伫3月24下晡2点到4点，伫咱3楼的副堂，咱来举办财务的演习会。咱也有请大家牧区团队甲单位的部门的会计甲出力，会当同工做伙来参与。以上，咱请咱的校务师来做补充。各位兄弟，咱伫咧补充报告进前，咱要特别做介绍啦，吼，就是咱的元珍姐，你来行来头前好无？元珍姐，郑元珍姐，咱甲拍拍鼓励一下，欢迎一下，哈。其实伊是咱的会友啦，伊对3月初开始吼，来接咱教会即个清洁的工作吼，真优秀，真拍拼。我因为伊拢参加第2堂礼拜吼。伊是迄个泰雅公主，你敢知？伫个宜兰大东乡的迄个泰雅族的公主哦，吼，伊嫁来咱台南啦，吼，所以台语嘛才好讲。因为咱第1场礼拜较少看到伊，所以就请伊特别来咱头前，互咱捌一下。后摆伊若伫外口行来行去，你问讲，你什么人啊？哪会要找送哈？伊咧做工课拢会加减吼。别一寡迄个咧切罐的吼，你想讲，即个普通若是对咧做事的人来遮，所以大家捌伊一下吼，咱个拍拍鼓励，可以祈祷，谢谢，好，请回座，谢谢。有几项佮补充提醒啦吼，牧师甲老师补充一下，咱2004年的文大学校真宝贵，你若是咧做同工做干部，会当演习这个，你会知原来服侍上帝是遐尼宝贵的事吼。你现在已经咧课程中啊。你若是小组的同工，你是中级来当去上这个课介好。这是第二级的哦，第1级已经咧进行啊。第1级是普通的会友要认捌真理，第2级就是要做干部、做同工的，欢迎继续报名。你上了，若倒几课无上到后抓，再来报就会使吼。第2是咱3月29、329吼拜5暗，咱要举行时刻需要耶稣的受难日特别聚会。即个毋是干那暗示咱一般的祈祷会时间，是要邀请所有的会友，大家会当甲即个时间分别做成，因咱伫迄日耶稣受苦定十字架嘛。咱今仔日讲道有讲，咱伫礼拜日要甲主耶稣欢喜过活。耶稣受苦你也无要插，礼拜日过活要享受，咱都爱甲主同受苦，笑念伊的疼。所以请大家甲迄时间拨出来哦，吼。若较长辈有需要人在，你爱甲恁的亲人讲。讲甲你接送安尼吼，咱7点50伫礼拜堂要举行即个礼式。过来是礼拜日吼，拜5嘛，过来礼拜3月31日，咱要圣歌队要唱无比的大爱，迄款即个特别的迄个诗歌，要来做即个赞美礼拜。迄天咱一场礼拜若定9点开始吼，9点准时到，咱有。献诗咱有即个圣餐，嘛有洗礼式，若有坚信礼信仰告白，也是洗礼，囡仔洗礼，赶紧报名吼，因为咱即个无进前无迄个幸福小组所以时间较赶，所以赶紧来报名，尽量啦，即礼拜来会当甲报名，咱通安排学道班吼，环境吼。好，咱拄周报内底吼有报告到迄个财务演习啦，无需阁提醒一下，财务演习表示讲。咱每一组的首长，那佮甲你的会计人员会当做伙来上课，了解讲原来咱教会咧运转这效果要安怎运作，会当足顺序、足好势，佮足清楚，若有来上你会当了解到教会的即个财务安怎运转就对啦吼。这点请大家三甲配合。牧师才有讲咱有爱餐，爱餐毋只干那讲为着食饱那定吼，爱餐是为着要伫主日、主的圣日，大家兄弟姊妹。三甲好好徛起，享受主的疼甲祝福。你若有欢喜，欢迎来参加吼。但是咱有一个拜托啦，因为咱准备这个餐，比如咱人师傅煮来就食量就食若定，咱听这若来食吼，咱小可扎着迄个量就对啦。较袂讲哇，好真好食，我食后壁人无人食安尼吼。咱就遵照咱按即个业财人员的安排。会当食袂枵就好，会当享受即个祝福安尼吼。好，用你甲咱做补充，多谢。上营，即时请咱起立，三甲来吟上营的圣诗389首，阿拉上帝至高至尊。吟诗煞，咱请夏牧师来祝祷。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平安喜乐，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默祷来避讳。今仔日的主日礼拜到这，大家互相请安交谊，也祝大家平安喜乐。